標餃子，標餃子今日啊，隻靚女嘅啲標餃子啊，係咩？餅菜、豬肉加葱花。一陣間係咪細啊落嚟幫手咧？2蚊收買。靚女喺啲住嚟差唔多1個月啊，有咩感想？啲頭份除啲。而家唞得點樣嚟？啲洗肺。洗胃洗肺，洗腎，洗咩？仲有咩？哦，洗肝。哎呀，飲啲啊！吸氧，飲嗰啲捷克丹尼。阿平緊要啊！阿平係咩？阿平欠住 Glenvet 14，即係未來姑爺買噶啦。阿平貴嘢嚟到，阿平聽講係得2瓶嗰啲捷克丹尼。阿平細嘢80蚊美金喎，姑爺買唔會捨得飲喎，係嘛？喂，隻細嘢落嚟啊 ！Hello。嚟。洗手咧，喂，佢識唔好使嫌佢識洗手嘅呢？洗手啦，佢開始嚟幫手啊！唔係啊，阿隻撳啊，你留住俾佢撳啊！佢要撳咩啊？喂喂，抹手拎嗰啲紙啊！喂，隻細嘢識聽白話啦呢嚇，細鬼佬啊！哎呦，仲識揮手拎 ，hello 拎，你講啊！你係你講一句咧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ow do you do this? 仲高過婆婆，啱住10歲人。You put them squares, right? 啊，你仲記得點做嘛呢？喂，阿撳，耶，記得啦啊！啊，阿啲工你等佢做得㗎。How much you want me to pay you? $1. $1，1蚊銀收埋，佢講啊。哦，喂，咁我冇得拍啦呢，我要標餃子咧呢。喂，嚇？哦。開始做工。喂，有男。說什麼 ？Nail clipper 要下來。大爺落嚟啊！我在拍視頻啊，先提醒告訴啊，不要生氣啊。告訴你，這個 nail clipper 是叫做指甲鉗，你識講嘛？指甲鉗。唔係指甲鉗，指甲鉗。指甲鉗。哎，對啊，男定仔，你喺啲睇見嘛？睇小一點。沒有小一點的，個個都大嚿，邊啲去邊啲揾小一點的？標餃子開始啊，我哋啊，一陣間仲要做包喎，係嘛？喂，豆沙包。陣間要整豆沙包。睇嗰隻細啊，隻手肥啷啷。對，冇使嚟啊，撳嘅就得啊。Good job, baby。靚仔啊！哎呦，靚仔啲有隻窿呢，有隻窿喺啲啊。雪膠咪咁啊！啊件衫係姑婆買嘅，係我姑買嘅，買俾啲大嘅。隻大嘅穿嚟到隻大二嘅穿，大二穿到第3穿啊！你睇過我哋艱苦朴素馬喺美國啊？件衫3隻鬼仔，而家穿到最後嗰隻㗎。邊加邊戶咪咁？隻最後嗰隻穿嚟啊！陣到陣時佢冇穿，可能都差唔多冇穿得㗎。你睇過窄得？人都係咁啊，傳統艱苦朴素。隻細嘅呢，再大啲呢，件衫丟得啊，準備丟得啊，喺中國買嘅。在國內買的這個衣服啊，我的姑姑買的，在我老大小的時候買的。這個衣服呢，老大穿完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，現在老三穿。老三呢，再穿個1年半載的這個衣服就可以扔掉了，因為這個地方破了一個洞。佢又冇理你呢，佢俾你拗嘅呢。哎呦！現在半夜呢？
國內半夜啦，是我們開始包餃子啦。我隻閪殼癢癢癢，實在你去梳梳你隻閪殼得嘛，癢癢癢得。我隻㗎，真係嘅。我啱游水翻嚟。哦，日日得去健身係咁講嘛？今日健身有隻人喺嗰啲霸住隻位置，你冇得見到啊？係嘛？咪衝啊！撞啊隻腰骨。係對啊，你要撞得舒服啊！舒服嘛？而且啲水又碌係嘛？今日捱隻黑鬼佔啊！冇辦法。喂，冇得講啲咁啊！冇理呢段嘅啊話。佢撞成個幾鐘頭，佢都冇行。你講我咁偷佢行，佢都冇行。耶。OK，我包餃子咧，唔好同呢條開玩笑。哦 no， 你識講 no 嘛呢？你講 no 咧。Octavian，can you say no？No。哎，係啊，南寧白話就係 no 嘅啊 ，no 嘅錯嘅猜嘅。耶，等下我去標咧啦，我話我冇影啊，拜拜。